对了呀，就当然说呗，那边呢就是吹呢，当然说呗蛮多下吧，第一个呢就是原因，那么是人大蒙眼的是对那干的呢，第是对人体节能是这样干的。首先呢，我会接续着早上所讲解到的上市相应法的内容，继续先念下去。第一个是，可不呢，其实三个都是题外的，个昨天给大家看过没有？那边去了不啷都切个，去了没说把的，那么下面越来越给，到时那边生意的点吧些了，老嘛，他们这个点吧些个，没有人或者做呢，他们下面给炒的么我都讨不了送。那么某个面前的，一旦具体些你都猜得出来，炒个我都早晚的没头，天么我都来，吃住弄住稳定是嘛不行了，在这炒个，在大家家的民主，就是主把来各自去主个呗，那么没啥不赢。某个亲戚把老百姓越来艰难，那么就开始判断，炒天么他们就先来对吧对吧对吧，那么上面呢就是，那么上面那边呢就是写为军人天营不多。在这里应有的理解是，修持密咒金刚乘，尤其是修持任何圆满次第的口诀时，都必须要以上师的加持为道路。在尚未得到加持之前，心中无法升起纯正的法道。经典中说，一个能持守世界的弟子，若能对一位具德的金刚阿舍离升起由衷的坚定信心，就算没有别的法门，也能获得共通与殊胜的成就。若对上师没有前进，就算在本尊四部密续的念修上达到了标准，也根本不能获得殊胜成就。在共通的成就上，必须要仰赖长寿、财富、权势等，却有些部分仍然无法成就，就算成就了一些，也是要经历巨大的艰难才能成就。这就是所谓的非身道。若能毫不颠倒地在心中升起前进，便能消除法道上的障碍，发挥修持的效力，能够不需要依赖其他的方法，就能达成一切共同与殊胜的成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称为圣身道上师于且的原因。老边的老么，你个年纪慢吧，出现吧，先拿困境去吧，俺爷爷看吧，过了3年，这说了吃先去吧，另外个去吧，马东吧，让对去吧呢，捐去帮个，天不都走路吃个，俺的来说，做人上面呢，狗拍拍吹都写进我们的。现在没办，当我也不给钱了，上个给大学上么差不多开了，这本重要的剧，当我讨给钱，工作送的在的拿了心都塞，又觉得出去钱，就把没办往到没俺钱，唱的你就给电话了个哇，咱们亲戚嘛老婆对面些吧，吃的没对嘛，俺说这对面，老边就给起了边边，那不工都帮，老嘛啦，太不买吧，他们自己没送吧，上周的我对瞧，老那忙我说了，人家。若就是容那么多，同么你呢？这三不没讲，那每次你都有个你家去送家，太不得他们这，马娘吧，你就特别哪来些吧，缺个了还讲没钱吧，现在西区缺的，就是你们说那么些的，老马啦，太不担心他们这送的吧，这边差不多没找把些呢。马太阳哥说，无论是阿舍离和弟子，都需要断除的严重过患是没有慈悲心，容易发怒，恶意怨恨深重，我慢骄傲，贪恋钱财和亲眷，不约束身语行为，自我吹嘘等等。尤其是在世俗人中讲说气脉手印、咒语事业、甚深圆满此地的要点，并且扬言这是别人所没有的教导。将秘密的甚深见地和行持在市集群众中传播，行为放荡，口说高见，贪求三宝财物，馋取狡诈，讲授没有传承的灌顶和口诀，单以酒色，这种不知教事无颠倒的法道，却讲说着自己编造的不如法道理，对这种受到邪魔加持的阿舍离，任何时候都要舍弃。弟子没有信心，不守三昧耶世界，喜新厌旧，阿谀奉承，三心二意等等。对于这样的弟子，除非能够渐进地调伏其心性，不然在一开始就不要有密切的关系。关于上师的定义，在经典和序典中都有广泛的说明。一位上师要有不坏的信心与世界，能完成修念，而且懂得应用。
不会过度贪着世间八法，对于要向别人说的法，自己多少都要羞耻过。身为一个弟子，起码要有坚固的信心，能够持守世界以及不结交恶友。不要让你吃你咋不听？完全没许不空的人家，完全的这些呢，怕把西藏是人家，每个月的抢嘛到天老看。天老看面大结束。OK， 天老看面大结束。大结束，前面用的这怎么推吧啦？那么的名字呢？这怎么推吧啦？看的那么的名字呢？去给我讲了，你们时间都给我先送。以上所说的师徒特质呢，是指在求法、求灌顶之前要去观察的。一旦结上了法和灌顶的关系，就像上师完全违反了四根本戒，你仍然只能把它当作前进的对象，不可以做出退失信心、辱骂、斥责、审视观察等行为。正如偈言所说：“仅闻一句偈，若不敬上师，百世转生狗，再生为贱民。”나랑 세스트. 라마양 교육과 연대 군조의 교환의 미니 개시를 삼년씩이야 라나마다나 연대의 교도 통한데 좀 된데라 해진기 교도 통해서 신이지 중하다다 tin상의 교육 페이지를 랭에 사비 개념 바시 교육인게 연대도 통 연대지 교도 통 최대 준비 연대 오고 바 나지 매겨 기부 담을 통해서 예배 다지 지신 시장가 개발 차게 신별함 되발라 고프로를 무강에 차차를 대비배시 라마 떠버된 것이 매나 로메규를 떠버터도 깨민 대나 냐메 타부 제 dwi긴 샹세바 제거상 보소를 유비롱 톱친지 대남 대바 수제라 사회라마를 수는 쏘았다면 지름 주바 세기 세다 라바르 냐메 타부 야외 차게 첨부 배워라 롱기 땜바 임베 창신라 메바 체세 제가 못 발라 로데 차와 내 첸도 대야 랑게 자야라마 대다 예매도 공그 얍세더비 주니 칠럭기 규바톰니 대라 자야라마를 송나 대코네 쪽에 따지게 무그 그 유시나를 되게 무그의 대가 전제 담지 롱신기 계전 또버 된기 이시 지기지라 표현에 신규 제수롬니바 사다인비 치루想要找到完全没有过患、具足所有功德的上师，以时间因缘来说是找不到的。假设可能偶尔会遇到一两位这样的上师，但是如果自己的感知不清净，反而会将对方的功德看作是过患，就像有很多如同提婆达多看佛陀世尊有过患是一样的例子。进来的人大多数都是具有造作恶业的共同缘分。因此会将过患看成功德，将功德看成过患。就算一点也没有如法的功德，而且表里不一，也会把它看成像是圣者一般等等。要真正知道如何观察都很困难，尤其是在开示大手印法道这方面，就像是有什么图文的模具就能做出什么样的擦擦一样。若没有一位证悟的上师，弟子心中也无法升起就近的证悟。因此，若已经从冈波巴、杜松简巴、祥菜巴果仓巴等大师处获得传承的口传，就看你对哪一位大师信心较大，将其奉为根本上师而祈请。这样做的话，就能获得加持。这是大师们许下的承诺。特别是无比大波拉杰冈波巴大师，佛陀曾经授记他将弘扬大手印。因此，向往修学大手印的人，重要的关键就在于要信任冈波巴大师。并且必须观想自己的根本上师和冈波巴大师无二无别，比如在冈玛巴和他的星子尊前获得加持的传承，并且将他们视为根本上师的话，仅是这样就已经很足够，也不再需要去观察其德性了。噶举之所以不需要仰赖其他传承，是因为过去出现的一切祖师都是被受记的大士圣者，能将证悟大手印的真实本质从一位传授至另一位。
他们都是有能力加持他人心다事的 다나 圣者。 쇼베 슈번는 시래 다 들려야 당부들링에 세세지 쇼구도 세세다 가르 쇼구도 사람 드다디 오늘 무시 샤기 라 난게 라멘에 저 대다 되네 다다데 알아서 가서 튀실 라멘에 저 어다 들려야 개바지 셰고 디 개바지 마시나 디스 기랑중我处主义噻，我不要主义噻。首先呢，我想可能要先讲解一下哦，就是很多人不太清楚，都搞混了。就是一般我们说四加行、四不共加行里面，也就是要做40万遍的这样的四不共加行的第4个加行是上师相应法。这个上师相应法跟我们所谓的四座上师相应法这两者有什么样的不同？但是这当个拉面呢就因不吃不嘞。 이렇게 봐요, 말해. 이내야, 이게 가장 혼도 쉬는 신, 다나 쇼베 쉬는 신기. 감산 더비저 차선 베이미나. 라면은 좀 망보여. 기규 망보여. 이내야 다 라면은 좀 대삼세가 나온 게 배. 자치슈 선한 장도. 首先呢，从两者的都是上师相应法的角度来讲，这个是一样的，都是上师相应的这样一种法门。但是其实在早上也有提到过了，就像我们自己的传承噶玛冈仓这样的教派传承里面来讲，就有很多很多上师相应法的修持方法，有广的，有简略的。就是拉面呢，就先来开把破主。 디 산이 튀시 라면에 좀 튀게 걸려야 그냥 좀 쉬이 다다 미스 슈가스 개민도 드레인 주산에 다리 다 된다 도도도 가르잖아 다리디 콜로 dombe 왕 톱에 젤이야 라면에 저디 냠내 차디 인지미지 저 튀시 라면에 저를 냠내 치고 예스제 그냥 좀 쉬어 말에 다다 공도 쉬는 신기 라면은 저 될라야 지 가수에 이나야 지 까마 감사의 제수 주버지미나 퇴실 라면은 저 냠내 차나 야부야 알았어 다디 경안소로 어쩌스는 장도 왜 저런 저지 니왜 말했지 니 제왜 말했지 경안소리야 참조를 주치요 마도베 타지 균실라면은 중앙실량 오래스고 말에 당이 다나 쇼베 쉬버는 신기 아들이 왕숑게 나올래야 그 유지고 말에도 주균라면은 배열에 수수수기 로기 안다 라면내죠 안다 디기디 냠내치나 디 먼저 버지게요 말에 所以这个至于四座上师相应法的，它的为什么说是在冈仓嘎举里面最重要的上师相应法的部分，这个在之后的课程中会讲解，这里不多说。最主要早上提到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说得到了圣乐金刚的灌顶之后，我们要修持承诺修持上师相应法，而所谓这里指的上师相应法。我有提到可以修持4座上师相应，就是这个第80法王写的4座上师相应，因为这是从我们身为冈玛冈仓的弟子的话，能够这样来修持4座上师相应法是非常好的。当然，这是指你可以这么去做，但也不一定，因为就像早上也有提到，如果你是其他教派的弟子，也可以修持各自教派的上师相应法，也是可以的。간달라면은 저 기듀 컨트리네 자 투밀 튀시 라면은 저 이나자 투밀 튀시 라면은 저 메인베기 라면은 저 이나자 간달 찌냠레 소고다 투밀 라면은 저 찌냠레 소고다 되게 해서버렸어 가르사나 왕 가자 쉬는 시간 왕 토바 좀게 미변바 디지 구시 사변 섬을 귤에 샤샤바디 안 다고 베는 사변지 떡사회 제려야 델려야 안 다고 야고 다고 잡니 디 깨싱 고고 봐 마다 더 사변 떡서 요샤나 사변 루루로 봐 되는 신체네 안 다가는 냠린 소레스
안데 냠레 수야나타 라멘네 저지 이담기 지단기 아 이담기 윤결망부 요아레디 텔레 라멘네 저디 엔다지 가르소레 뉴체바스는 다도 디나로라 용조 냠레 용조 산데베 소치 도시 임비 인두산에 라멘네 저 냠레 차나 야거레스 이나 예듀 가르치야마지 수수 다지야레 튠실 라멘네 저 냠루스 레만에 수수 다지야레 이나 간다레 라멘네 저 냠레 제고레 사디见过的开始下来什么程度但是至于所以无论你选择修持怎么样的一个上师相应法的法本哦，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种不同的上师相应法，无论你选择了一个是广的、是略的，或者你选的就是四座上师相应法，或者是其他一个法本，都没有关系。但重点是你一定要选择一个上师相应法，并且不间断的去修持。就像是昨天、今天都有提到过，因为仅仅是得到灌顶还不够。因为灌顶的时候，我们说是种下了一个四生的这样的一个种子。那么就好像我们种下了一个种子之后，如果你丢下不管，它会坏的，它会腐烂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呵护这个种子，让它成长，让它开花结果。换句话说，得到灌顶之后，你就要持续的修持，让它能够有成果。所以就像也提到过，本尊的修法也有很多的，本尊的日修仪轨也是非常的广的。但我们说上师相应法是很特别，因为它包含了这一切的本尊、一切的护法。所以我们说，如果能够修持上师相应法，也等于就修持了一切的本尊跟护法。所以总而言之，再说一次，无论你选择的是广的、比较长的或比较短的上师相应法，或任何一个上师相应法本，你都要总之要选择一个去修持，这是很重要的。다들 세시에르지 디 세시 이미기자르디 세로 친예메 하고민도 트레인주산에 이나다 세로 친예베라 와요 虽然这是一个希望让大家清楚，而再说一次，但不晓得再这样讲了一次，大家是更清楚了呢，还是更糊涂了？但是总之呢是。다들 이제야 어디 다 급수바바데 아주 가셔야 돼요 그랬잖아 다다디 되네 녀든 주민 나는 손대학 당 아주 가셔야 녀든 주민 말은 저대 감상이다 지금 원조 당배급이야 원조 난기 라면에 주티 티치요래 而我们现在在讲解的这个法本呢，是叫做了义句，它是我们冈仓噶举在修持这个四加行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法本，的一个注解哦，告诉你怎么修持四加行的。那我们讲到的是这里面的是相应法。미치 나다 제래야 미버 체베qab을 그듯이 차오르 슬라비미나 안에 랑게 지우암 둥기 낭팔라스 다시 두산에 랑게 지우태기 둥기 낭팔라스 어디 지우암 둥기 낭팔스 담아지는 송 다이네 하는 유 차셰리아 지우태기 둥기 낭팔라스 샤 셰추 초대바 셰르니를 초대바 전대지 공부 지우태기 둥기 낭팔라스 생기 계획이 되고 무시 치 나도 지 손으로 생기 계획 라 생기 치 아니 초실에 니르니르 제일 산나 생기 계획이 되고 전대지 치지요 제 안디가야 아니 그랬어 지가루에 그 그신 근데 다들 그래도 예비제 이디는 배만은 다외 되나 전에 라마 도지창 자라 라마 드니 도지창기 나밤 철루제 전대지 계획那么在做这个观想的时候呢，那么一种传承是说要观想这个上师在自己的头顶或者是前方的虚空中出现，但是也有一种说法是要观想是他在你的顶上的前方虚空中哦，这是他是面对着你的哦，所以你要观想在面对着你。那么同时他有这个狮子，首先他有一个狮子的宝座。然后呢，就是4个狮子抬着的一个宝座，上面有莲花日轮，然后在上面端坐着显示为金刚总持像的这个上师。
所以这首诗法本当中谈到的大体来讲，可能老这样。咱们就在这里提一个当中来呀，别送多啊。第这个大致都是想的，我是研究钱那是大，对，就那多的，别给这个研究钱那咋样了嘛的是，伊那样的说不得的，能用的，俺让主人接的啊，咋样了嘛的门钱，的说不得的是就是属于呗，那个的是主要当钱，说不得的，看着是学校的，什么都是想个那么就学校的，那么就大概的3个那么，没那么没，3个那么，这就公布的是。所以在这里呢提到的是说，它的本质呢是根本上师但是它视线的样子不是平常的我们见到的人的这个上师的样子，而是我们要改变一下，我们要想说它的相貌是金刚总持，所以是佛的样子。所以这里法本里面有提到说，在自己的头顶上或前方的虚空中有8只狮子抬着的宝座，上面披盖着天人的绸绢。宝座上有莲花和月殿，其上坐着本执事3世诸佛总集的根本上师。咁的里啊，那么上的，等这3个那么光怪的看，那么3个是呗，都写吧，那么3个因为呈现了呀，呢，能用个那么那贵那把的们知道吧？3个那么光怪的，那么3个因为，那么3个因为都写吧。那么3个人把太阳去了，那么3个是公平的。这里为什么要观赏这个上师的本质是这个根本上师，外显的相貌展现为金刚总持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意念上师就是佛。当然呢，3个是个肯定就要来说，那么3个人把公务的是个都。다 마신의 상계에서 간대 좋아했어. 그게 저거 봐. 그래서 나 상계에서 그냥 간대 하마오나. 아니 라마 상계에서 음식을 말아. 那么接着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问题是那佛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说要观赏上师是佛，如果我们连佛都不知道是谁是什么样子，那我们怎么观赏所谓上师是佛呢？다 상계에서 미망부지기 삼련날로 상계랍도이단 랍상 아주 셈을 가르샤리 모르잖아. 남경 아주 상계 군들 배나 잡로들이야 덴베 군이 낭예여 되바. 언디는 시정 아주기 삼련남들이 샤 상계수도 어디지 오래 삼사로지 아주 삼련나 샤려. 很多人呢一谈到所谓的佛，心中马上出现的景象就是一尊佛像的样子。譬如说，我们现在后面就有这样的一尊佛像。 아주 다다 전빌리니야 상계 군들 인슈 배나 저 뒤럽 당번이봐 진짜 거리야 수샤베 상계 군들인데 자야래 이나야 상계 좀 된데 거기 취해버렸잖아 진룡은기 다 뒤럽 나봤을 텐데 충분했어 但是呢，我们说最早我们得知的佛像，它也是到了公元1世纪、2世纪左右才有这样的佛像出现。然而，真正佛陀释迦牟尼佛，我们说他是纪元前5世纪的人。다당 아란수기 제야여대비 군르니슈 대당 상계 은혜 취하고 두주버루리아 농업자 투기기 해봐 세네다도 개발 농업자 투기 받아요 그랬어.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见到的最早的佛像，跟真正的佛陀也有相距有500-600年了。 제당 은혜전에 상계의 컨트지 유명한데 다 야세 자탐바 지시해야 돼. 가라고 싶지. 所以我们很难说透过一个佛像就说这个就是佛，我们很难这么去说。 이나야 imagination 센터도 인지게래. 나저기 최바 체험입니다. 간대지에서나 상계 배나 급지두산에 상계에서디 도시대는 바데 알아도 여기서 도시대 데려야 상계 그래서 다당 알아서 가져에 계시 아주 급지두여나 아주 대좀 되면 밑에 상을 급지두여나 급지두 도시대는 여나 안 퍼지 대 상계 원시에 깔아가버려.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推想看看哦，就是说，举例来说，这里是我们佛陀这个成道的这个地方，菩提伽亚这个圣地。那如果我们这样来想设想一下，如果是我们所有现在的人，我们都是在当时那个佛陀成道的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很难认识到佛。구수도 상말로 신능시 차 깜부 쉬우차 고배난 가지고 깜부 쉬우차지 아니 왜 신동능시 차 대두산에 점시 보모 다 리기에서 말하다 리기에 쇼피 기지 여러 쇼 레서 가시 쇼 말아 우투리서 그래 킬 퓨버리서 그래 간다 가르 퓨에네 메네 다디 저바 잡더니 초스금 너가 쇼피난 저도 다 가다 킬 퓨에난 저도 다디 저바 잡는 시라 초스금 가다 가르피에네 메네 디두산에 베제난 가르치죠르신 싱글할라 쇼피스 가르사나 상계디 신동지 군주라 신동지 총례 예배체 아니 로망부시 대쇼 아니 수부대 신기 소리 차서 제가 고주 사면은 디 싱글라이레 레 섬사로지 타임 싱글라 싱글 내딩이 라르버지 다 장송르버지 내 사마르 좀하다 미래 선사로 시라이서 미래 선사로 시라지 배 수부도 껴보시지 과 가르쳐드리 인자 다 디균전데네 아 급티주산에 점시 보면 리게메 오토뷰들이 세베걸이야 뭐랑 그 통나로 드네쇼所以佛陀为什么我这么说？我们可能如果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搞不好也认识不出谁是佛陀。这是因为你看那个时候，佛陀在来菩提伽亚之前，他其实是在尼连禅河那边进行6年的苦行，而他因为做这样的苦行，身体变得完全跟这个干枯的如同一根树木是一样的。他当时也在一棵树旁边树下做禅修。然后做这个苦行，所以当时经典里面有记载，就是有一个牧羊女，她供养了佛陀，是米乳也好，是酸奶也好，这不用特别去看是什么。总之，透过这个牧羊女，她供养的时候，经典记载，当时牧羊女供养了对象是谁，写的是一个树神哦。那么，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佛陀他多年的苦行变得如同根本像一棵树一样，所以当时的人就把他当成是这个树神，就像这样一个仙人，也没有把他当成像人类来看哦。所以你看，当时这个牧羊女供养佛陀的时候的景象，看到的是这个画面，像一个树神是一样干干枯枯的一个人。토랑 엄마 좀 상게래. 지주산 도시된데 미망고요 말해. 퍼지미 유기 말해. 신동지 정준준신사 딱 가는 신동지로 봐. 신동지의 정도 다 받이는 니지. 배념을 샤. 잠틴딩 아 상게서. 마도 다 상게를 가서 상마 저리체니. 아 상게도 라바담 땡이지 요 말. 와, 다 상게서 라바답 쇼바 답딩이지 요 말. 잠팅딩 알 나간다라 지 내단데 하장기 가수래 균딩기 내단스는 단도 다지 배 미세 메이바 지 르르지긴 안에 잠팅딩을 지금 알아래 상계선으로 유지도需要吧。所以后来经典里面也提到说，佛陀成就了，成佛了，那么是在凌晨3、4点的时候。那么你可以想象，在当时的这里哦，菩提伽亚凌晨3、4点，大概真的什么人都没有，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坐在一棵树下，哈，我们称它是菩提树好了，坐在一棵树下，一个人他成佛了。你可以想象那幅画面，它是很安静的，它是很寂静、很自然的一个状况。他没有说好，大家准备好，1、2、3，佛陀要成佛，起立鼓掌，没有这个样子。而是很安静的佛陀一个人，
他非常平常、自然，一点也不特别的，在一棵树下，他证悟。现在行动上没点那个讲俺看掉的，这当俺做的是他的这三个多多时间，他的月月，搞几对上俺做月月往的当那拍这三个，因为我想个了好不嘞。所以这幅景象，说实在的，印度到处都是，不是吗？哪里你都可以看到一棵树，然后你都可以看到一个人在树下。所以我想说的是哦，就是如果我们在那个时代，我们大概根本认不出谁是佛陀。现在参照我就他的，俺就三个写就是被三个啥的被三个米给不写就是啥呢？他看什么说就是三个的很重的说的钱。大家三级米就把热是话就是不是写下了嘛？到我那这那个所说的三个里啊，我那这那个大家错了去，三级米就不去给这儿写大学去，那他就错了呀，他看完了好。所以这是我们很多时候的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们一想到佛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把它当成神话一般去谈哦，神话中的人物他有多了不起，多不可思议。但是有的时候这样子去神化他，有的时候讲过头了，其实你对他就也没什么感觉了。那边就是点呢，这里呀，那么三个是公送啊的，那么轻易的点不起呢？啊，三个大人，他对了三个大人认识他，啊，可是三个啥子，俺就三百人是那边这个被老中说了去，真的是也可能搞出来的。老中说的这写下的，真的是越南面那好怪呀嘛。当然是俺让出去改不来呀，三个我是结尾呢呀，这马到这个那么前天去结啊，就是你前天去马到打得了那么去，你结完去搞了好不起来了哇？现在就是你前天可能那么都差的了，现在第九天的呢。当到那就三个的那么啥的，这个问题，他吐血，这三个生意是不是也是那么啥的怕就不这没有去，那么的三个不如了，这个吐血，看他真的这个团呢，这俺就三个的他前年主要去他，当然生意前年的那边那么他了，他前年主要不去。因此呢，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当我们说观想上师如佛的时候啊，其实你不要把这个佛想得太神话般的。其实只要这位上师他是具德的上师，那他就是佛了。可能他并不符合你心目中神话般的那样子的样貌，或者是你以为的那样的佛的样子。但事实上，以我们的福德跟根器来说，就算佛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搞不好也不认识。所以其实，观想上师如佛，我觉得它有很大的一个用意，就是你透过依靠这样一位具德的上师，你认识他、观想他为佛的时候，其实他就拉近了你跟佛的一个距离。换句话说，他把你的一种对于佛的这种抽象神话般的概念能够破除，让你真的跟佛更接近。这就是为什么要观想上师为佛，我觉得最主要的用意在这里。但是那么三个搞出来都是三个那么是真的需要讲，但第一个搞出来他搞的多。电都就这预备了嘛，就是说到这厂里送的嘛，预备了嘛，就是说投资一个渠道，这个讲了这个月吧，这个这段时间投资都学会买不起。所以这里接着提到说，从根本上师直到金刚总持的中间呢，有噶举传承祖师排坐成柱形哦。换句话说，在你面前的这个根本上师呢，在他的上面有一个坐着一个。在它上面成柱形的噶举传承祖师。这个我当中巴当阿龙拉稍微个，这个语也那么现当，当然呢是早前语别那么，徐州语别那么，南这语别那么，西这语别那么，老江语别那么，噶他们语别那么，大这个什么了，顶替我的人，
修业吧，他那就可爱了。然后呢，在它的周围有海会云集的，就是非常多的聚集着，围绕着直贡噶举、竹巴噶举、猜巴噶举、达隆噶举等实修传承的成就者。另外还有大圆满、那洛六法、道果、习解断尽法、修心等等这些法脉的传承上师都在周围。那当然是一等的商业的产生保护看着，这最近搞的吧，没有切过有没得。同时呢，也要想说，上师们的四周围绕着本尊、诸佛菩萨永复空行，还有护法等等圣众。啊，这是今天忙不搞忙通呢？가르쳐오는슬람이나 아니 라마 도지 샨티라 지시 군조가 누시제나 배다 라마 도지 샨티 아니 이담 군디 가서 라마 군디 이담 군디 최경 군디 다 들으지 사배 몇바 차로지 들으지 뭐다如果你觉得没有办法观想出这么复杂的这样的这么多人这么多复杂的话，你可以只观想一尊上师金刚持哦。那么因为我们说上师它就包含了一切的上师，包含了一切的本尊，跟包含了一切的护法，所以你也可以观想着这样一个本质为根本上师，外显为金刚持的这样一尊也是可以的。나 단도 추주체가 시야요다. 니 구린 구세요 아래. 我们还有半个小时要讲，但是好多人都快睡着了。Yeah, plenty of time to sleep. 哦，你还有很多时间可以睡。니가블이야. 라마디 군조 군두스 몇바 차디 개심을 쉬지 차디 유스래. 在这里，我觉得一个重点很重要哦，就是要观想这个上师，他其实是这一切的圣众的总集。태양. 최지 두고 끈이베 송지와래 딩에 된다디谢拿삼차에서 过去呢，有一位竹巴棍类大师呢，他有一段故事。 공개 가르침으로서나 딩산 미카시지기 릉에게 롱찬 릉아사디 상원두베기 릉방아사죠봐 조림 릉에게 롱찬에 가르치도서나 최바 탐지 용반에 라마 최바 삼바차 숭요아레스 람디 롱찬에 에네 가수라다 건중문 집체리 他就提到说呢，近代有一些人呢，会引用这个密集金刚里面的这个叫做五明的，总之这样的一段话呢，然后胡乱的引用这样的话，然后来胡作非为。 최바 탐지 용반에 라마 최바 삼바차 사디 칙디파 티줄체나 가르소레 폐기야 돌바 기시나 최바 신다 삼 사신다 최바 삼 최바 피야르파 유쇼스 라마 지불라 최바 피스 라마 지불라 최바 피나 최바 신다 피고 말레스 사신다 최바 피고 말레스 자 칙디 다베 티 태가르바지 폐기야 돌 주르샤나 진짜를 주요. 那么那一句被胡乱引用的这句话呢是什么呢？这句话是说白话直接翻译来讲的话，就是你不用供养任何其他的这些天神，只要供养上师就好了。 나 미카시 지기 뒤 고아 많으면 체. 전당 원에도 하마고 체. 공방 원에도 하마고 체. 다 가르쳐 뒤도잖아. 이담 세두산에 콜로도만라고 다 제바도제라고 다 마하마얀라고 된저기 라 차망부 유된게 차세망부 유된게 운동원부 인된게 셰망부 유된게 에너지 가라야 돼 두주제 유된게 샤이칸 유된게 다 되줄 이담레 삼 되줄 봐요 안돼 저 저바 피하려면 딜라마레면 디 이담레 도스 저 봐요 다드네 덤바 샤게토바 상계식에서는 덤바 샤게토바 구도세버레 된게 울주도 예 된게 다데 저 상계레 슬람네 안돼 저 봐요 대조를 쳐봐 미비 所以很多人呢就误会了这句话哦，结果他们
对于这些本尊，他们觉得也不是上师嘛？为什么本尊指的就是所谓胜乐金刚啊、大幻化网啊，或者是密集金刚等等？那它是有很多个手、很多个脸的，然后是蓝黑色，然后有什么八大狮驼铃，它的宫殿旁边有八大狮驼铃等等，这些本尊呢都不是该供养的，所以因为他们都不是上师，所以丢一边。同样，如他们也觉得说，释迦牟尼佛也是，他是有身体是黄色，然后有顶髻，所以他也不是上师，所以也不供养他。他的那成就什么是素人了，成就什么的，教化强巴当，现在谁的，怎么样？这就成就什么的是，就是你说那么人们的是，你说成就什么的都是，就是人这说怕啊，你说了吃不皮嘛，那么了吃不皮嘛，你说吃不皮嘛，这说怕有。然后呢，有些人在说了，那菩萨是谁呢？他们会觉得这个菩萨就是指像这个弥勒这个文殊菩萨、观音菩萨等等这一些的所以他们也是菩萨，他们不是上师，所以也不对他们做供养，所以都是误会了那句话的意思。他这就长毛怕有啥了？上给了成就什么的，一旦大呗，长毛怕有啥的，打卡了他都要是呢，他那么了吃不皮是的，看得皮都是呢。然后那么谁里几点子的，那么差不多呢，那么谁不里多多对不起，我想讲话对不起，真的就讲记住了有什么讲的都是，然后参着那么阿不赢呢，日本的嘛起点的，那边就热死你，是吧？枪芒不通了吧？阿不的枪芒不通那边热死些呢。热死这些那龙巴那边没上呀，龙巴点了块热死些的给个没上呢，真的晓得个记住了，讲的那么讲不赢，天啊，那么讲啊，点那么多的，你这呢？啊，那么我那讲过嘛，的那么多嘛，不的那么多这呢，那老嘛讲不赢，确实的讲的都是，他却把搞不的都是呢，身边真的怕谁？真的给下场吃不去，你抢生意机，没抢不了，别鸟中间，鸟主要真的给在机，苦用起，那这就吃不。所以现在的那些人呢，他们一个一个，他们觉得佛也不是这个上师，所以不供养；菩萨也不是，本尊也不是供养的对境。最后只剩下谁呢？那就所谓的上师咯，但他们以为的这个上师呢，就是如果是出家众的话，就穿着黄色的，然后这个上师可能是胖胖圆圆的，然后呢就坐在自己的头顶上，然后如果这个上师是个咒师的话呢，就绑着高高的这个头发束在头上，然后咒师嘛，所以也是醉醺醺的，喝这个酒着的，等等。那等等这些，这个主巴坤略就说，这些人呢都是带着这样的妄念然后而观想这个他们以为的上师，然后他们接着怎么做供养呢？这些人的供养是杀害各种的生命，以这种血肉来做这种献祭跟供养，或者带着这些酒来做供养。那的，吃吧他们用吧的，那么吃吧他们这啥的，听到我们的말해 주버군이 코랑 공부이나 빼나 콜로 dombe cheba chebe kala lama 코랑 콜로 domba 아 뭐예르면 cheba kom야 geba doji cheba chebe kala ya lama da geba doji 예르면 cheba kom야 진짜질 보고 도스 所以，针对着刚刚主巴顾问的大师就说，针对最早那句话，认为说不用供养其他诸所谓的本尊天神，而主要供养上师。这句话，他的理解是，意思是说，当你在供养胜乐金刚的时候，你就要想胜乐金刚跟你的上师无二无别，而在做供养。供养喜金刚的时候，你就要想他是跟你的上师无二无别的，所以你也等于是在向上师做供养。现在我也没了供养，那么的老鼠一顿三级买不起，那么的老鼠三件三级买不起，那么的这了我老鼠就告诉你，这了我太特别的，大家全是什么三买不起去，真的这个我这个三年当中，哪怕太特别一年，我就都写不脱了，这个脱了，那么的大看到的这
다 도는 라면에 줄 사디 도는 제 간사 게르지 라마 게르바지 제 주주로 검대에서 많이 봐 다디 상기에다 전주세마다 나 이름 긴고르게 하죠 탐지 딱 안다르지 리리 도도로 찍어야지 다디 지 가수에 탐지 안에 라면 원래 두시에 토네 아니 된저위기다 최버의 신지 저로 공부야 드립所以这里我们就要抓到一个重点哦，所以所谓我们在观想上师的时候，你要想说，它跟所有的佛菩萨的本质，跟这些本尊的本质都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换句话说，你要很清楚的知道，离开了这个上师，没有任何所谓其他的佛，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本尊，也没有，换句话说，这个上师之外，没有任何另外一个菩萨、另外一个佛跟另外一个本尊。所以你带着这样的一种认知、这样的观念，知道说，上师跟佛菩萨跟本尊是无二无别的，仅仅是他们显现的相有所不同。带着这样的观念来修持上师相应法，这是最重要的。不然我们在这里说观想上师在头顶，很多人就想就是自己认识的那一位那个样子的上师在你的头顶上，好像他跟其他一切佛菩萨都没有关联，这样是不对的。这里的上师观想的上师指的其实是一切佛菩萨的本尊的总集，你要这样去想，这样子呢，这个上师被你观想出来的，它才是一个可以供养的对境。大点这个我说的不对啦，安您他把这个卡子明白没有？您他把呢动手差别说到过来是。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一切诸佛菩萨总集的上师，我们观想在前方虚空出现之后，就要从内心深处带着诚挚的、殷切的一种心，然后来做呼求跟祈请。但对了，这我就拉工作上呢，他们同志为给20点3就开个会什么的，干到了他们也没去过，干到当我什么都对，你给哪个学员上班的钱呢，都是没法写下嘛，而且这个就是嘞，第一呢，原来准备给抄钱。大地界了呀，选的，那么年中就是的，那么年中可能拿了차신 군대 비싼 거 알아. 차이 좀 군대 기베스인데. 차이 좀 기베스인데 얘도 가르치는 거 알아. 개바 채비나. 알아서 다들 그런 배세나요. 알아. 뉴베 채비이나. 선데 도지 정도만 도지 정도면 센시나 돌디마스. 라고 알아. 도지 찬지 때로 나로스 예자. 즉 당부데 도지 찬지 때로 나로스 라비자. 이게 돌디마스 도르스도 도지 찬스 디스도 딜로스 돌디마스 오마디 세닝 벌트레스도와 다 듣니 거론되는 거래. 那么接着这里，所以你是修上师相应法，这时候你就要观想这个上师在你前方虚空中出现，你就想说真的这个它就存在就好，所以你不需要像一般做观想，你要先观想誓言尊，然后再放光引请智慧尊融入到它，不需要。然后这样子观想出来之后，接着你就对它做7支供养，来积聚福德资粮。然后接着就要向他殷切的做祈请哦。那这里祈请的时候，接着就要念诵这个祈请文。那么这里提到说，念诵大手印传承祈请文，无论长版的或短版的祈请文都可以。那么这里的长版在四加行的传统仪轨里面是有的。那短的话，这里指的就是一般这里叫金刚总持祈请文，但在藏文里面，它的另外一个经典，这个名称“金刚总持祈请文”也可以称为叫多地玛，多就是金刚总持，地就是指大的呢，总之就是可以。那么呢，就是金刚总持也可以念。场所切不呢？场所切的，给不俺们呢？我们呢？马南西部场所切路数也不差。他的呢气数，的呢就是我们前边个松，是大概来的，选的是刚出，那么没起来说完的些，是刚出不的，场所下路水也明白嘞，
디니가 가르치네 가르장소시네 그게 와래 다다디 온주 뒤바 랑에 축지를 세셔와 디나로야 만남식으로 샤요래 마도 디다디 주좀 개백송 디 샤요 제가 디니 강강으로我就长寿才能这个在这样子做完观想、供养、祈请之后，就是念完这些祈请文之后，不管是广的或短的祈请文之后，接着我们就最主要计数次数的计算次数的。那么有2种说法，按照传统古代的说法，就是念诵4声祈请文。那么后代来讲。近期来讲，就另一个传统是要念诵第一世大宝房杜诵前八的金刚语，就是6句的祈请文，也是可以的。那么总之这2者都可以。那在我自己所编撰的这个短的这个四不共家行合集课诵略语里面，我所提到修持上师相应法的时候，要记述的是4声祈请文。所以总之都可以的，你是念诵4声祈请文，或者是6句祈请文，用它来算次数，40万遍的次数都是可以的。10万遍的次数都是可以的。他算的钱啊的，俺说这里啊，俺这里如果给你个送机啊，这现在嘛都不是嘛的，这马些公里啊，俺那时能去那么讲的这个吧，那把讲个给。老是他也说那么讲的，对，那么讲的呀，我学学的。现在那么讲的人就啥呢？对子，常常我常用都是，但提了民都们都打呢，要不打那么多，哎呢，提了民都呢，给穷子家，看到是呢，他的南上提那个车子什么叔叔的课啊，课啊都去把去。叔叔的写的啊，叔叔了，叔叔捐写的啊，是不是？大几叔叔干，叔叔捐个那都泡泡都学长，这就在的叔叔这捐的是写的个说学长，这个这里面有的啥呢？给啥加标不是？那时候民都当大，没些人民都给夹，没些人都呢。所以在这里呢，又想提到有一个叫遥呼上师祈请文哦，这是长贡罗卓太爷所写的，可能很多人都有读过。这是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的一部祈请文。但是有一种说法，就是因为他讲的太贴切了，所以有的人念的时候先会看看旁边有没有人哦。如果人多的话，就会小声的念，因为不好意思嘛，因为每一句话都在说自己的问题一样。那没人的话，可以大声的去念。现在那么讲不蛮现的，那么是都给刚刚都接下来，当阿别零零啊啥的不当，俺当那心给他就忙不休息的，说了他，比起搞出来，没人都是当起说了。叔叔捐刚刚写没得当起，都给人家接下来。但是超今年的也不多是，看出来，这什么呀？叔叔给捐，被我心呢，俺觉得这个捐都痛呢，我心有的也不多是。最主要呢是这个遥呼上师祈请文里面的内容很多都是真的是把自己说的非常的糟，因为都在说自己的问题嘛，然后来忏悔祈求上师的这个见知原谅等等，所以像里面会提到说，哎呀，我这个恶业深重的人呐，等等，有这样的用词，所以某方面来讲这是很好的，代表说你知道自己的问题，你说出来等等。你呢？如果给你搞的送的啥呢？经常开始这个。那拉玛了说完的吧，饮食些，让你也买了手灯个都是，说说的买了刚刚当起，什么了？我那是拉玛了特别远那边了，别这拉玛选的饮食是啥呢？别叔叔了，开始这个别，开始买了开始当通了，提出这个拉玛选的饮食真的都是。但主报归类大师却说呢，现在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我在这里就好好的批评一下自己，然后认真的来祈请上师哦。那么，但是心中是不是真的对上师有信心，却不知道。但好像就是一种感觉，就是越把自己说的越糟，越批评自己，然后就好像是在越向上师做祈请是一样。他说，
소설 메라 경야다나 그저 가르쳐야 되잖아 당아를 배 라마를 보지 당아 투지 응아를 투지 시로나스 나베 카카와 때네 자신이면 도스 꼭 가와샤나 자기면 도스 당아를 투지 시로나스 때所以呢，他们就到处的，他们就在祈请啊。这些人的祈请是说：“哎呀，就好像有点变成是抱怨了。”就他们都会说：“上师啊，拜托你慈悲慈悲我吧！你看我不管是朝向哪里，去往哪里，一切都不吉祥。不管是我坐在哪里，那个草都生不出来；我的屁股坐在哪里，草都生不出来，等等。”남과든냐면 심지어 탐지 미국어도 죽니 미국어라야 남과든냐면 심지어 탐지 미국어도 죽니 근데 랑그 진정이 자외 라마티 상계 탐지 용어를 도 시베 관에 닝 타반네베 소왔다 대면도 수다 닝 타반에 소왔다니 무구 관계 무구 지게로 봐 어떤 무구 관계 봐 대기 냐 가르래我讲太人心，这把他吃我东北你吃的了，娘把下呢。真这个母语的吃个全部送的这边，娘联系这边呢，对了，最近呢，唱这个天，人家全部这来什么程度嘛多呗，都给讲个也不对的，人家全部这来什么程度都是。所以这里的意思是在告诉我们说，其实他们都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祈请，他们其实都是不断的在抱怨啊，这个那个的，上师你拜托慈悲我呀。那这种抱怨不是真的祈请，真正的祈请是你真的心要开阔的，是想的是一切的众生，而不是你自己，如片虚空一般的众生，你都把它放在你的心里。然后接着你了解到这个具恩的上师，他就是一切诸佛菩萨的合集总集，然后向他来做祈请。这个时候你的这种油然而生的虔诚心哦，它就会非常的强烈。然后你就保持着这样的一种心怀众生，同时感恩上师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前进心。然后你接着安住在自心的本质，也就是离各种边的。离系的、离边的空性当中，这个就是修持的要点，它就是前进跟大手印合而为一的这样的一种修持方式。要把握住这个，才是真正的激情，而不是抱怨。这个基本上，这个俺们选的出路的，这个真的下去。第一节里啊，我可说，往古为说的，现在我是两点不嘞。다들 버지 남균 가르에 상알 서동 중요하스메 상알 탐지 야마데 레라바시부용 유빈자 디준zel 때네 등주래야데 계속버려서等你经过的时候呢完了的계속버려서 제가 디기 tö를 세세 내가 라메고 총네 원시 잡으려야 돼 디기 원실내에 고치를 해서经过的时候呢이담기经过的时候呢원실내에 고치를 해서 가라서 탐지 냠자 중 근데 이제 니마 딱 와르시 제잖아 안고 냠바 소르추 탐지 냠바 소르추 근데 용거로 봐 나버도 빼나 튠시 라면은 줄 사야들 민의 튠시 딱 와야 돼 견생 가라서 튠시를 냠면 치고这俺这吃了推你，其实吃了推你去些，推些年们吃啊。这里就是啥呢？第年个的，而且这里是差的这看出来，推出来蛮多光的啊，或者这他们这样把所去，吃，这里基本上。由于密乘的戒律很容易违犯，因此呢，要透过自入。也就是自受灌顶，而环境恢复戒律是很重要的。但是自入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仪轨观修的次第，平时并不容易修持，所以这里是透过上师相应法的领受灌顶，就比较方便修持，作用也等同于自入可以借此恢复违背的密乘戒律。
尤其恢复的时间是有限制的，所以为什么要4座都修持上师相应法，也就是早上2次、下午2次做法？因为恢复环境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超过时间的话就无法恢复戒律了。那说，那不是他的干嘛西安的谈多大下，因为他讲什么了，刚来修开始的，接着你知道大下，你哭，俺差不吃不起，刚来修接下，接着他讲什么了，那个干嘛俺得讲出来，你不配音。There are 4 or 5 minutes left, but you all seem to be having a hard time. It's hot. You're all falling asleep. So I'm going to do a life release and give you an extra 4 or 5 minutes.